来，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今天我们的第一支舞迎宾舞。 来，现场所有欢迎的贵宾，再次热烈的掌声！来，谢谢深城区美丽漂亮的妇女，谢谢你们。那正中有我们阿美族，有台湾族，还有我们汉族的朋友，哇，不简单。 好的，再次给我们热烈的掌声，来非常欢迎，谢谢我们深圳市妇女带来迎宾舞，谢谢您。好的，这么大的太阳，这么卖力的演出，卖力的跳，再次给我们妇女掌声加尖叫啊！谢谢，谢谢。